喺啱啱過去嘅週末，第二屆全美陽光精神健康杯歌唱大賽嘅決賽喺屋崙華埠 Lincoln Square Park 舉行。呢個活動由美國華裔精神健康聯盟主辦，林肯廣場之友、登高世界基金會、屋崙華促會同埋屋崙華埠聯合會共同協辦。呢個比賽希望透過音樂嘅力量嚟推廣精神健康意識，凝聚社區力量。What you're doing here in Chinatown is helping to reduce the stigma, helping to make sur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mental health is part of one's health, and to know that the resources there if there ar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and also how to recognize what support is necessary for individuals and for our community. 今年嘅活動吸引咗全美7個州過百名嘅選手報名，決賽入圍者年齡由18歲至到93歲。今次嘅活動同時亦都呼應咗5月份嘅亞太裔傳統月同埋心理健康關注月嘅主題。現場除咗比賽之外，仲設有接近10個心理健康服務攤位，提供諮詢服務，幫助民眾更加容易咁樣接觸得到專業嘅協助。因為我哋呢個社區咧，即係對精神健康咧，大家都好大嘅污名化啦嚇，大家都好似家醜不可宣揚啊，或者係對呢個有個禁忌避忌，所以咧好多人就係避忌即係話唔敢 share， 即係唔敢分享佢哋嘅嘢啊，尋求幫助。咁我哋最大嘅數據出嚟咧，就係因為屋企有人有呢啲事，但係屋企人都唔想同大家講。今次活動嘅總獎金高達15000蚊。係由一個曾經因為精神健康污名而失去親人嘅家庭匿名捐贈，除咗紀念逝世者之外，同時亦都希望能夠支持仍然喺度努力緊嘅人。美國華裔精神健康聯盟咧，目前係喺美國咧唯一提供一個即係暖線電話係嘅，為大家提供呢個精神上嘅幫助嘅。我哋嘅嗰個服務範圍咧，就更多係以我哋過來人嘅嗰種經歷咧，嚟幫助呢啲經歷呢難關嘅呢啲朋友咧，佢哋即係感同身受，佢哋可以幫手點樣去過呢個難關咯。美國華裔精神健康聯盟目前一年大概會收到7萬幾個求助個案。佢哋提供免費嘅心理暖線電話服務，提供情感上面嘅支持，幫助有需要嘅民眾渡過難關。天下衛視記者採訪報導。